好啦，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咁第二節呢，我就會講下有關即係呢個 NIDS 啊，到底最後發生咩事？咁上半節就講咗有關呢個地方嘅傳聞啦，即係譬如可能講 Terry 啊，或者講咗呢個 Robert 去成立嘅一個 NIDS 去收集到呢啲嘢啊。咁後續到底係點呢？咁呢個 NIDS 咧就收集咗好大量嘅數據啦，其實佢就直接係促成咗呢個五角大廈咧整咗一個好著名嘅秘密超自然計劃嘅，咁佢個名咧就叫 AAWSAP 啊，咁其實佢個中文名就叫先進航空航天武器系統應用計劃。咁咧呢個農場嘅異常數據點樣促使到一個耗資2200萬美金嘅一個秘密政府行動呢？咁就話說喺呢個2007年嘅時候咧，咁就一個高級軍事情報官員啦，咁佢就睇咗有關呢個 NIDS 入邊呢個 Skinwalker 農場嘅書啦，咁佢就覺得好好奇啦，咁佢就自己親身前往咗呢個農場啦，咁佢就喺呢個農場入邊咧就真係俾佢體驗到個超自然現象喎，咁佢體驗完之後咧，佢就覺得好似真係有啲料到喎呢嚿嘢，好似真係掂喎，所以佢就即刻通知咗佢識嘅一個內華達州嘅參議員啦，哈里德啊。咁咧呢個里德參議員咧，其實就係之前我講過嗰個百萬富翁 Robert 嘅多年嘅好朋友啦。咁咧佢亦都同呢個另外兩個參議員啊，一個係特德史蒂文斯，另外一個係 Daniel 井上聯手啊，咁就喺冇公開國會辯論嘅情況之下呢，就得到咗一大筆嘅資金啦，咁就係呢個2200萬美金嘅合約預算啦。咁啊話說咧，喺呢個2008年啦，呢個國防情報局啊 DIA 啊就正式推動咗我啱啱所講嘅呢個 AAWSAP 嘅項目。咁就喺補充撥款嘅法案裏邊咧，就俾咗2200萬美金，咁就為期2年咧，就俾呢個地方去做一個研究啦。咁佢就睇下有邊個公司會去做呢樣嘢啦。咁咧其實咧就係到最後就淨係得一個咧，就係阿 Robert 啦。咁阿 Robert 咧就專門成立咗一間新公司啦。咁佢呢間公司咧就叫做 BAASS，就叫做比格羅航空航天先進空間研究公司啊。咁就搶到呢份2200萬美金嘅合約啦，而且亦都將成為呢個項目嘅唯一承包商啊。咁咧就喺呢個 Skinwalker 農場咧，就令到佢變成一個國防實驗室嘅地球實驗室啊。咁喺呢個 AAWSAP 計劃下邊咧，呢個 Skinwalker 農場咧就成為咗美國政府嘅活體實驗室。咁佢個核心目標係啲咩咧？其實佢哋最主要咧就唔係淨係想揾啲不明飛行物，佢係想揾之前喺上一節最後講過嘅嗰一種傳染性嘅效應啊，就叫搭便車效應啦，佢哋個中文就叫。咁咧，佢就希望咧，可唔可以去揾到呢一樣嘢，能唔能即係呢個農場嘅異常現象，可唔可以俾人攞係整成武器，或者會唔會對呢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啦？咁咧喺呢個2012年嘅時候咧，因為國防部唔想再俾錢佢哋啦，咁就當呢個計劃資金終止咧，咁就有一個規模更加小、項目更加明確嘅分支項目啦，就係呢個高級航空航天威脅識別計劃 AATIP 啊，就因為呢樣嘢而應運而生啦，咁就由呢個另外一個人去領導嘅，就係由阿盧埃利桑多啊去做呢個領導啦。咁就直接咧就引致到2017年呢個紐約時報寫咗一篇重磅文章啊，咁就呢個文章咧就好正式咁樣去向全世界揭露咗呢個五角大廈有一個秘密嘅 UFO 計劃啊。咁呢個秘密 UFO 計劃係啲咩嚟呢？咁其實咧佢就係一個國防情報參考文件啊，即係呢個 DIRD 啊。咁呢個 DIA 咧就根據呢個 AAWSAP 咧委託所撰寫嘅38篇高技術理論嘅科學論文集啊。
咁其實咧呢個五個大廈咧就冇直接寫有關啲咩鬼啊咩怪物啊，而係佢請咗一個主流，即係請一啲主流嘅物理學家或者學者去評估一啲邊緣或者比較科幻級別嘅技術嘅理論可行性，即係譬如可能檢驗喺 Skinwalker 農場出邊嘅異常現象啊，可唔可以用先進嘅物理學去解釋？即係譬如佢點樣可唔可以將佢用喺手裏邊啊，或者有冇啲咩物理學可以解釋到啦？咁或者呢個俄羅斯或者中國等外國對手可唔可以將 Skinwalker 入邊嘅武器化啦？等等等等啊！咁根據呢個資訊自由法啊，即係呢個 FOIA 嘅要求咧，咁國防情報局咧就透過呢個克富資訊自由法攬月室啊，咁就等平台咧就完整公佈咗呢38份文件當中嘅37份啦。咁呢啲文件咧其實就揭示咗重點關注咧，其實就係以下嘅幾方面嘅。對於呢個 Skinwalker 咁係咩咧？Skinwalker 農場係咩咧？咁就係呢個時空蟲洞同埋呢個曲速引擎啊。咁啊，仲有呢個操縱現實嘅行動等等啦。咁其實有好多份唔同係呢個 DIRD 公佈嘅關鍵論文咧，其實就包括啲咩咧？就係可穿越嘅蟲洞啦，同埋星門或者呢個負能量啊。咁呢個戴維斯博士嘅曲速引擎啊，或者呢個暗能量或者呢個額外維度嘅操控等等啦，而且亦都有呢個查理德奧布西博士嘅負質量推進啊。咁亦都有唔同嘅嘢啦，就好似隱形斗篷啊，或者一啲超材料，或者點樣利用到光線嘅彎曲啊，等等等等。咁呢啲文件咧，其實就分析咗物體或者飛行器喺點樣去積極咁佔據物理空間嘅同時，完全唔被人眼或者雷達去探測到啦。咁亦都有關呢個隱形物體扭曲農場磁場呢個報導咧，其實係非常之吻合嘅。咁而且亦都有一個論文就係關於呢個隱形斗篷超材料嘅問題啦。咁亦都有突破性推進物理學嘅概念等等等等嘅論文啦。咁亦都有呢個量子力學同埋重力操控啦。咁就可唔可以改變到我哋現代嘅物理啦？咁呢個五角大廈咧就研究點樣去操縱量子嘅真空去產生呢個推進力，咁就從而有效咁去抵消我哋地球嘅重力。咁就發佈嘅關鍵論文關於呢樣嘢係咩呢？就係量子真空能量效應啦、高頻重力波通訊啦，同埋佢亦都有講到佢呢個農場入邊嗰啲低磁波去影響到個杏仁體呢嘅操控嘅。咁到底可唔可以改變人類思維呢？咁最重要嘅係咧，其實呢個國防情報局咧就委託咗進行咗好多有關於嗰個高頻電磁場同埋微波點樣去影響到人類生物嘅互相作用啊，咁就導致到成個物理改變嘅研究啊，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喺用呢個科技喺敵方部隊裏邊誘發啲神經性系統嘅錯覺或者幻覺啊，咁有關於呢樣嘢嘅論文咧就係異常急性及亞急性場效應對人體生物組織的影響啦。咁呢個地方咧，其實咧就唔係淨係得呢單嘢嘅。佢喺1950年嘅時候咧，呢個地方成日都俾人叫做 UFO 講噶啦。咁個傳說咧，其實咧就正如我上面所講啊，Skinwalker 啊嘛。咁係嚟自啲咩嘅咧？咁就係一種好邪惡，亦都會變形嘅女巫啦，喺一個傳說裏邊。咁如果之後我應該會開一期係講有關於呢個 Skinwalker 到底係啲咩嚟嘅。咁如果你想參觀呢個地方，有冇得參觀呢？其實就唔對外開放嘅，就因為做緊研究同埋安全啊嘛。咁如果你真係好想參觀啊，咁有冇方法呢？咁呢就有一個方法可以令到你近距離去睇呢啲現象啦。你就可以選擇喺呢個 UFO 港啊嘅 ATV 露營地裏邊露營啦，或者坐呢個全地形車，即係嗰架 ATV 咧就沿住呢個農場周圍喺度遊覽啦。咁就非常多謝大家聽呢一期奇靈怪怪啦。如果大家有啲咩想知或者想聽呢，可以歡迎喺下面留言啊，或者你哋有啲咩個人嘅經歷啊，或者有啲咩有趣嘅嘢都歡迎喺下邊嗰度留言同埋subscribe 加翻個 like，多謝晒大家。